儿去了？放哪儿了？难道在家里？这个锦溪干嘛去了？安，进来一下。我下午有什么安排？下午是长城电子项目施工坍塌的问题，合作方会过来商讨解决方案。这个会我不参加了，我回家一趟。哎，可是顾总，让常志成去参加，他自己捅的娄子，自己解决。去哪儿了？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，怎么把鞋子乱扔？锦溪，锦溪，
锦溪，锦溪，锦溪。